喂，阿哥，你讲啥？明龙医生是安尼讲哦。阿哥，你莫叫我骗去啦！不管是真实来假吼，明龙伊绝对无证据通证明讲迄块毒药敢若是伫咧卡蠓内面啦。阮爸甲阮妈都伫下港啦，即马厝诶，甲剩我甲庆兰。阿哥，安尼做敢好？好啦，代志若办好，我来随去找你。奶奶，你伫创啥？无啦，我刚才凊彩看看尔。是不是明龙叫你安尼做？不是。你瞧我都是忘你做。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创啥？只要你变做一怪，以后你就袂阁听明龙的煽动。健南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郑兴，伊要欺负你对无？要毋过我用回竿甲讲分去，而且我发现到这支锁匙。这锁匙是我车头人，你家兄弟迄款保险箱的锁匙呢？我就是感觉奇怪，唔才会甲摕出来。顺生用的这种锁匙藏喺回竿内底，这个动机就真使人怀疑。我咱来调查看卖。嗯。对。哎呀，这准是在创啥？脚这只手，脚打也唔来。阿哥，代志来呀啦！行了，哎呀，那你想啦，那头壳人会啦哈。先莫管这啦，竟然甲我去锁匙夹去啊啦！那什么锁匙啦？啊，倒去倒哦，我藏在车头的保管箱内面啦，竟然甲锁匙夹去啦！啊，庆人哪会知你锁匙藏伫倒？啊，你无地无一件，是要创啥啦？阿哥，我著照你交代话去做，啊，谁知竟然用回竿甲我捡，我支锁匙就藏伫回竿内面啦。这嘛是安怎？像哦，竟然有可能会去找因老母啦，无咱先来找伊，即嘛在去做拍事。是咱就口水狗狗的啦，咱随个地方，快点，快点。保险箱内底哪会干那一支刀，无其他的物件？对啦，敢讲是准心要利用这支刀来恐吓阮阿爸，所以阮阿爸唔才会逼我甲伊离婚。可是你讲的那是证据，那你阿姨姐是毋是准心为着要卖口，才甲害死的？马准心，实在有够恐哦！哎，庆兰，你是要创啥？我要来找准心，甲代志讲个清楚。你免去找伊，我咧想，伊即摆一定接到急要找你。即摆上重要，就是咱来参详，看煞了要安怎做。志兴啊，秀华，你来啊，来恁坐啦，坐啦坐啦。妈，家你爹呢？对啊。庆兰敢无回来？啊，又是喊你去看新娘房，啊，去哪走对咧？是安尼啦。庆兰哦，讲有代志要做啦，啊，新娘房看煞伊就走啊啦。啊，这个囡仔是去倒位？庆兰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我阿妈讲吼，四界拢找无你呢。你咧找我，真拄好，我嘛要找你。庆兰，我知你有代志要甲我讲啦。安尼结订婚啊，算起是共一家人，有啥物代志，咱等下厝才讲啦。袂用的，我即马就要讲，我要退婚。退婚？庆兰啊，
订婚是咱人一生中真重要的代志。当你也毋是3岁囡仔，那甲咱办公伙仔共款，讲订婚就订婚，啊，要话退婚就退婚哦。因为这件婚是阮阿爸教我逼的，而且我会用坦白讲，我根本就无爱准心。强南，你若安尼讲啦，啊，彼只是恁阿爸，啊，做老爸疼惜家己的查某囝，叫伊嫁有一个条件好的囝婿，真诶咱讲是强迫啦。无唔对啊，阮阿爸就是互恁下逼的，所以伊唔才会逼我甲你订婚。你安尼讲是有啥物证据啊？证据伫遮。这支刀啊，都是阿姨织啊，意外开始落去的刀啊。因为伊惊过叫人关，所以你就利用伊这个弱点，把这支刀啊藏起来，你才逼伊，逼爱叫庆兰嫁予你对无？哼，明了，想袂到你不但是一个律师，即摆佫变做是一个侦探。怎？你唔承认是？你有啥物证据证明迄支刀啊是我藏的？正是，查某囝敢做敢当。这支刀啊，是你藏伫咧车头的保管箱内，而且锁匙嘛是伫咧你的房间找到的。哼，庆兰，你无爱叫我，你坦白讲是啥就好啊嘛。你若甲明良斗阵要来陷害我，你无感觉你安尼做对我足无公平？安怎？你唔信任心？我无做的代志，我是要安怎承认啦。好啦，既然你要陷害我吼，今晚我要指控明良。你是要指控我啥？你讲你也对我藏，因为这个刀啊，今晚就捏在手头。既然你若安尼讲，我就把这支刀啊交警方去调查。俊生，不管你安怎讲，安怎好你，你就无法度好你，你家己的良心。明了，你用良心嘛，永远无法替恁老母翻案，因为伊是害死迄一个凶手。明兰，你要反驳我以前你上个是先听清楚，总讲你选的红婿是明良，你唔通袂记，因老母是害死恁老爸的凶手。阿哥，咱来走。庆兰啊，恁拄仔讲的话拢真实的心。阿母，阿爸虽然是凶手，啊，毋过伊毋是挑过伊的，而且伊嘛已经为着这件代志付出代价，真正被伊惊到绝路的人，就是俊生。啊，那安尼，小起的案件咧，这支刀啊是主要证据，不管俊生伊要承认也唔承认，只要甲这支刀啊甲锁匙交警方去调查，警方就无理由搁拘留阮阿母啊。喂，我是。什么啊？小鸡啊，会当交保啊？真是。好，好，我知。阿母，明良，阿母，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安尼走走，一定最辛苦的吼。阿母，我搁较辛苦就不要紧，上重要就是即摆警方已经无直接的证据，会当证明讲你是害死阿姨一个人，你会当出去啊！你是讲我？即摆刑事组的人等你办交保手续。我真是会当出去啊！我真是会当出去啊！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小起啊，来，啉一杯啊烧茶。我你滚猪骹，小弟食猪骹面线，用去解温啦。多谢你爱迄阵啊！小琪阿姨，阮阿母讲吼，若是食着猪骹面线，以后就万事顺心啊。多谢你。对啦，明良，啊，恁添到爸的身体有较好无？我无用一个煞袂记甲你讲，听到阿爸伊的病情愈来愈严重，像我爸爸甲送去美国做彻底检查甲治疗。说明嘛真有心啊！小鸡啊，小鸡啊，你会当出来哦，我就放心啊。平常为着你的代志，安尼袂食袂困，阮大家都足烦恼你。
对啦，电梯讲啊无唔对，你转来上盖好啦。啊，搭这间厝，万幸交互你，啊照顾明良啊。啊我吼，我转来装卡啦。无喏，阿姨姐啊，你也留落来甲我做伴啊。我还有足多话要甲你讲，尤其是阿姨姐的代志。阿姨的代志我知影啦，这跟你无关系。小琪啊，我咧想，凶手应该是秀霞啦。本来伊想要害你，煞无意中吼去害着阿喜啊。明良，你看，这个可能性嘛有啦，但过即马无直接的证据，会当证明讲这是秀霞妈妈做，对啦。啊，你毋是讲你找到一支刀啊？这支刀啊是会用做罗伊命案的证物，甲伊这个死无直接的关系。不管安怎讲，我认为秀霞小姐无理由会害我。伊叫我离开你，我就已经答应了。伊应该袂安尼做啦。小琪啊，不管安怎吼，以后我甲明良袂搁再互你受到伤害啊。天后病院的代志我若处理好势，我要带你去庄卡过掉咱的生活。袂用的，我绝对袂安尼做。我要来找秀霞。阿母，你找阮秀霞妈妈是要创啥？有真侪代志，我需要当面甲伊讲清楚，卡免以后搁再有误会。阿哥，啊，即马小鸡已经交保啊，咱煞来是要安怎？阿哥，你是要倒啦？我要倒去，我无倒通下去啊！我无倒通下去啊！我准备去通下去啊！对，我准备去通下去啊！哥，你放心啦，小鸡是因为警方认为无可能逃亡，所以才准伊交保的。伊即马共款还阁是嫌疑犯啦。我唔甘愿，我啥物人拢袂会输，我是袂输，你相信我袂输，我袂输呀！阿哥，你较冷静咧啦。冷静，你我别个操头我我要甲伊逃过一劫，对，逃过一劫，我甲伊逃过一劫，逃过一劫，逃过一劫，秀啊！逃过一劫，逃过一劫，秀啊！翠雪，你老公想怎样咧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翠仙啊，翠雪，当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因两个奶奶怪怪。出去，你先出去，出去啦！一定出去，我出去无听了，出去！一定我你开门啦！小弟啊，你咧做是何面苦？你家己的代志都还未解决咧，你若有心情，得去烦恼秀霞的代志啊。我是讲，所有的代志拢是由我引起的，我袂用搁再想遐，我一定爱面对现实。我要当面将你交互秀霞。但我毋是物件啦，你是要安怎交互伊？搁再讲啦，人甲人中间上介重要就是感情啊。我甲秀霞根本就无感情嘛，你若安尼做，是毋是会甲代志愈舞愈复杂咧？是，阿恁。吼，小琪啊，你叫伊找，我有代志要找伊。小琪啊，伊去找你啊？伊会去找我，你莫老骗！你莫是讲伊变起来，我找伊找无？真是的啦，伊去找你啦。你假干嘛咧骗我？你甲臭娘我知。小琪啊，你莫出来！你莫是当你骗我你？出来！啊，想啦，出来！小琪你莫出来！你出来，你莫伊变起来！伊着负责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伊真年无伫我遮啦。我猜，你去藏起来！你假讲我是歹人，你歹人，你歹人，你歹人，这都要你讲！哎，歹人你死！我
看无顺眼啦，我拢要死！阿哥，你去下药啦！阿母你是创啥啦？天哪，秀阿姨，阮秀华妈妈安怎？讲要甲我灌毒药啦，吼，那气煞共款呢。啊，好咧，家仔吼，准时要挂到，若无我唔知要安怎。医生啊，我先倒来看卖。阿母，咱嘛得来看卖。没有。啊人呢？嘛唔知，就拢无看人啊。奇怪，阮秀华妈妈是来这边创啥？伊就讲我什么甲小鸡仔藏起来啦，啊叫我着啉迄款毒药啦。爱一个人，需要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想到咱四个人诶，竟然做伙徛见面。以早我甲谢明一直瞥面上这种场面，是讲也好啦。咱伊美馆甲小姐伫遮，有其咱大家从未讲过清楚。你是要讲啥？卡叔讲，你若要做这个机构舞用啊，我甘愿即马离开。离开，我要讲这话，别人永远无听，但是你一定爱听。我唔对，我甚至讲过去，我对小姐有意思。尤其我知影讲伊是谢明的女朋友了后呢，我更加有一种要得到伊这冲动。哼，因为我是自信讲，我袂输谢明啊。启东啊，你袂感觉你安尼做真好笑？即摆想想当然是真好笑，也毋过小姐一直记住我，尤其我知影讲伊对是真心的以后呢，我心肝当时是痛苦，但是经过这代志冲击了后，我内心才真正感觉讲，我对美馆应该有一个真做人后生这责任，也คือ我对美馆安尼，在我心肝呢，对你也有一个真正的感情。较早我都一直安尼甲你讲，啊，毋过迄当阵你较哪都听袂入耳。启东啊，你会当想通，变甲遮理智，我足钦佩你。谢明啊，我希望你做代志会当我钦佩，尤其是你甲小琪也甲秀华，处理这三个人的代志，你也好安排。我今仔日就是为着秀霞小姐的代志。医长夫人带我去药库摕青山夹，啊，人都唔知走去倒位啊！啥？我来看卖。头家娘，我要为着过去的代志，甲你说多谢，也要向你抱歉。感谢的是，你甲头家收留我遮多年。抱歉的是，因为我害恁翁仔某中间发生这么多风波，实在真失礼。小琪啊，其实我嘛有想过啊，这袂用怪你啦。若正经要怪哦，都爱怪天公伯啊，是安怎要安尼创治人？多谢你，多谢你原谅我。我即摆上界为难的就是秀霞小姐，无论我安怎甲保证，伊就是袂当相信我。我真个唔知影要安怎甲解释才好。小孩的代志，毋是袂当处理啦，只是较歹处理。也毋过，只要你有心，我相信一定会当解决的啊。多谢你，头家娘。你莫阁叫我头家娘啊啦，你叫我美管就好。小琪啊，秀华，你真正想到我好，然后我将代志来甲解决。秀霞小姐，等法院若是判决了后，我就回家。
祝福你甲细明，你莫骗我！这句话你讲过几多摆啊？我台摆拢骗我，你甲细明咧讲讲甜。听我这件代志，只有两个办法，啥办法？好，这个办法，就是你。